今次東京之旅，其實也沒有專登找一些人氣推介餐廳，全靠隨心而行，隨處遊走，肚餓了就看看附近有什麼食店，由價錢最大眾化的餐廳，食到高級的日式料理。很多時候就是這樣隨便一選，卻總會遇上意想不到的驚喜。我住的酒店附近一帶有很多食店，其中經常路過一間鐵板牛扒。今日就走進餐廳內試試他們的鐵板牛扒，打開餐牌準備點餐時，發現牛扒有多種選擇，包括國產牛、日本以外如澳洲和紐西蘭的牛肉。來到日本當然毫不猶豫地選擇本地出產的牛肉。選定牛扒後，還可搭配白飯和沙律。但對我而言，牛扒才是整頓餐的主角，所以只選了牛扒當晚餐。等待晚餐未到來的時候，總喜愛觀察餐廳內的環境佈置，環顧周圍為什麼吃牛扒的地方居然不是想象中的 fine dining 餐廳風格。餐廳牆壁很特別，用了紅磚牆紙。店內的餐桌設計全部採用高台配高腳凳，坐下來時感覺上算舒適，但並不適合長時間久坐。後來才知道個中原因。這間餐廳的名字叫做 Ikinari Steak，Ikinari 日文解釋是忽然或突然的牛扒，也使用了火箭飛機船 logo。如果用中文解釋最貼切的形容就是意料不及的牛扒。再翻查這間餐廳的背景，餐廳創始人的理念就是希望提供一個快速的全新用餐體驗，顧客無需經歷傳統扒房用膳的氣氛，就能夠品嘗美味的牛扒。每位食客面前已經擺放不同種類的醬料，整整齊齊的大約有6種不同的醬料。其實也不用心急弄清什麼醬料，因為當牛扒來到的時候，我會逐一試試。人們多數着眼於眼前容易見到的事物，而往往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細節。其實我也不例外，垂下頭來才發覺，原來桌子下的櫃桶已經準備了紙做的圍裙。我就拿了一張立即穿上，免得食牛扒的時候弄污衣物，也為這餐牛扒餐作最好的準備。點了餐後等了不足10分鐘，鐵板牛扒餐已經由侍應放在我的台前。鐵板燒得很熱，為了令食牛扒更添樂趣和氣氛，我毫不猶豫將燒汁淋滿整個鐵板，燒汁遇上滾燙的鐵板，瞬間由液體化作一片片白茫茫的蒸汽，伴隨着的聲響四散開來。蒸汽撲面而來的同時，牛肉和燒汁的香氣也隨之湧入鼻間，讓人食慾大開。我先將牛扒平均切成10塊，每塊都恰好是1口的分量，方便細細品嘗。之前提及的各款醬料，正好可以讓我一塊配一種醬料來品嘗。醬料包括柚子汁、照燒汁、黑椒汁、洋蔥汁、蜜糖汁以及店家特製的秘製調味粉。這樣牛扒配對醬料，吃下來每一口都是不同的驚喜。牛扒的熟度恰到好處是 medium rare， 肉質鮮嫩多汁入口即化。日本和牛的脂肪分布均勻細緻，從牛的品種、飼料、飼養環境到成長過程的悉心照料，每一步都追求極致的品質。這種對食材本質的講究，培養出最優質的牛肉。難怪懂得賺錢的日本人能讓和牛的售價翻上數倍。這間餐廳亦打破傳統，把扒房經營變成快餐模式。出餐標榜快，室內全是高台配高腳凳，幾乎有立食的感覺，舒適度並不適合久坐。或許正因如此，翻台率得以提高，營業額自然也跟着上升，商業考量超然若揭。